生病公主，国内正是怪命，金鸡玉扣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Hello， 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先欢迎我们的蜜蜂大大以及我们的小秋上来，掌声鼓励鼓励。我们这个蜜蜂大大说这个账号被封锁啊，是什么账号被封锁呢？应该不是 YouTuber 吧？还是你的 IG 被封锁呢？欢迎我们的小秋哦。等一下呢，我们再来聊聊天呢，来跟大家讲几件事情，以及呢，我上面呢有打说哈，因为我们的蛙柜管理员的九九呢，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所以呢，也拜托大家哈，一起来祈福，打一些呢这些祈福的用语哦。那呢，今天这个蛙柜管理员会请假一天哦，跟你们大家说一下。那呢，也先欢迎我们的 YOK 大大，欢迎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可恩哦，欢迎我们的可恩上来。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聊聊天。我们先来听一下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尊心加倍，不将你敬。听说笑我，老君的应，为我做伊论好名。感恩呢，我们的这个蜜蜂大大哈，老师照片怎么又多了一个哈？因为呢，这一张是我，这一张呢是这个小鲜肉，你们都知道了哈。再来，我来看一下呢，对，如花版面的老师，没错，就是呢，这个是演我们的这个六娘，那呢，她就是画一个大嘴的这样子的六娘哦。那也给大家参考一下，原来我们歌仔戏曲呢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形态。先感恩呢我们这个蜜蜂大大的这个好话，以及呢我们这个小秋还有我们的可恩哦，先感恩你们，感恩你们。那我们先来唱一下电台的歌曲，我们先来唱7字调哦，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聊聊天，感恩大家。欢迎收听雨涵的电台，准时8点，互恁笑嗨嗨。阮的节目也是袂凊彩，文化推动，恁同齐来。福气不断，福运来，戏剧新闻啊，报你知。歌团唱啊，多自在。戏剧团成，又表我亲手在。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
那大家呢有看到我上面呢所丁选的文字哦？因为我们蛙柜管理员的九九呢，正在这个加护病房，所以说呢，他今天请假一天哈，也请大家呢打上一些祝福的话语哦。那呢，我会截图给这个蛙柜知道了哈。先感恩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呢，以及我们的小秋的祝福的话语，也欢迎我们的 SOY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Taiwanese Opera， 那呢，台湾的歌仔戏，那呢，也跟你介绍一下，也感恩我们的可恩的祝福哦，感恩我们的可恩。等一下呢，来报新闻之前呢，当然要来报一下明天的天气给大家听哦。明天呢，恭喜一下我们台北的朋友下了很多天的雨，包含呢今天呢台北的朋友呢也都还在下雨哦。那呢，明天台北的天气呢是这个20%到10%左右的降雨的几率，所以说呢，北部的朋友呢，不用这么担心了。那我们的台中以及台南呢，降雨的几率呢0%，所以呢，先恭喜我们台中以及台南的朋友。再来呢，我们台东地区，我们东部的朋友，明天的降雨几率呢也是在20%左右哦。所以说呢，北部以及东部的朋友这个雨具也是携带一下下，但是呢，会减缓一点点哦，尤其呢会转换成这个干冷的天气哦。那可能北部的朋友比较不适应一点点。再来呢，来播报一下新北的新闻。新北板桥地区呢，有这个6、7栋的这一些呢，大楼呢包围着一个农地。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场景哦。那呢，原本呢，这个阿嬷她原本是要把这个农地卖掉的，只是说呢没有讨论好结果呢，就没有卖给这个建商。那呢，就在这个大楼的包围底下呢，建这个农地在里面种菜。那到了附近的市场所贩卖，哇，这个是呢100坪2.5亿的农地哦。大家去到那里都觉得很奇特，想说哇，怎么会有这个农地这么高贵的气息？旁边呢，这个高楼大厦以及呢，这个农地也太贵了是因为呢，这个阿嬷不小心没有卖给这个建商，所以说呢才留下来的。等一下呢，再给大家来唱唱歌曲。那呢，在我们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状况下呢，我们高雄的日本超市发生了一个偷窃的事情哦。这个呢，发生在我们高雄的日本超市，有这个窃贼呢偷了9盒。抱歉我差点报7盒，他是偷了9盒的草莓。那呢，偷了草莓之后呢，他去结账的时候呢，只拿了一包饼干给这个柜台的人员结账。这个柜台的人员呢，发现说原来他还偷藏了9盒的草莓，最后是没有报警啊，因为呢，警方说没有接获到报案这件事情。先欢迎呢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呢，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我是主持人钱蛋雨涵。钱蛋的意思就是在舞台上呢，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讲到这里都要唱个歌曲给大家呢，来诠释一下下来，我们来听个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昆阳广播70享受，幸福快乐无理由，归爱到处去拜寿，年年今少老优秀。
变紧紧，甲伊过爱结连理，心情令乐养富贵。金端八宝心相拼，头顶皇冠变水，天平乐观天保佑。我嘅背在一孤单，我嘛已回过。哦，我有看到哈，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为啥哈多出呢这一堆的元宝呢贴在这个下面哈？哎，是呢一个这个新年的福气的感觉啦。啊，这个呢上礼拜就有贴了哈。今天好像比较少人来哈，没有错，也没关系。那呢，我们就等待一下哈，一些观众朋友的进来的过程当中，一边来播报新闻。那呢，刚刚所唱的呢，这是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什么叫做电视歌仔戏曲调呢？是我们早期啦，这些杨丽花啦、黄香莲啦、叶青啦，他们在电视上呢所扮演歌仔戏的时候呢，所找人制作的曲调，这个叫做电视歌仔戏曲调。也感恩呢我们的小秋说好听，拍手，感恩我们的小秋。哇，感恩我们的美玲哦！美玲说呢，花贵小姐的舅舅平安吉祥，早日康复。感恩我们的美玲。我也会把这一些祝福的话语截给他哦，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了哈。线上呢，多人的祈福呢，帮他的舅舅哈，目前还在加护病房里面，但是我没有多问这个详细的情形了哈，就是让他呢平安顺遂就好了哈。也欢迎我们的忍者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我们的小秋说，对，少了我们的蛙柜比较没有这么热闹，没有错因为蛙柜是我们的管理员。也欢迎我们的树荫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大家呢，别忘记哦，先帮我们订阅呢，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哦，都有直播节目。不论呢在谈论戏曲，在谈论我们的新闻，谈论呢，我们这些明天的天气预报都跟大家来所做聊天，所做讨论。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今天的主题为什么定成呢？日历是月初，钱包却是月底呢？嘿，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先来穿插一下我们的传统曲调，我们的都马调给大家听。那呢，等一下再来继续跟大家做聊天哦。感恩大家，都马调。反抗之时，山内无势力，并开故意出手来打根基，不免强势假大理。驸马
就是爱完成原谅你，你就爱完成我的条件。什么条件？向我献关心的你。方才是骄慢不将功补敬，现在是我实的爱压头将泪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言精，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本身的来拜，我并非刁工，将伊使他死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好下去。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完要过庄。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向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记着，命做行，怎不对你啊？对你来量情，我不了情。这是呢，我们歌仔戏传统的都马调哦，也就是呢，这个驸马呢不小心赏到这个公主一巴掌的时候呢，所唱的歌曲我所担心了一下刚刚我看到这个直播现场转圈圈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卡屏的呢？我来稍微看一下你们也有卡没问题，我来稍微排解一下有没有成功的呢？我们听个音乐，我来恢复一下恢复了，抱歉，给大家呢添了一个麻烦，刚才卡了一下啦大家呢不要跑，今天的节目很精彩的抱歉。今天呢上来的朋友呢帮我们打上呢这些祈福的话语因为呢我们的蛙柜管理员的舅舅呢正在这个加护病房里面，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帮我们打上呢不管是平安顺心吉祥感恩，甚至呢有其他的话语呢也都可以帮我们打上来那呢跟大家播报一下新闻，在我们宜兰地区有这个民众呢，这个潘小姐送她的 iPhone 14 Pro 去到这个经销商呢，想要旧换新。那呢，到底是谁要嫁给谁啦？是我要嫁给你吗？那呢，这个呢，他就送到这个经销商想要去旧换新，但因为呢，这只手机没电了，这个店家呢就好心提醒说不然呢，我帮你充电一下。那呢，这个潘小姐呢就跑去吃饭了，她就很安心的想说呢，反正店家呢要帮我旧换新，他先帮我充电一下才有办法评估嘛，她就跑去吃午餐了。吃午餐回来之后呢，这个店家说呢，因为这个相机的模组异常，所以我们拒收。这个潘小姐一打开了手机，发现呢，哇，全部的资料全不见了，写着 Hello 2个字她就知道哇，这下代志大条，事情严重了那呢这个潘小姐说呢疑似这个店家呢因为连上这个店家的 WiFi， 所以说呢这个就自动的更新，自动的下载。但是呢这个店家说我并不知道你 iPhone 的密码，我并不知道你的账密，我是没办法呢帮你重设这个 iPhone 手机的。那呢这也还在厘清呢当下的状况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件
蛮值得探讨的新闻。到底呢，这只 iPhone 呢是原本呢就已经重回原厂设定送过去的，还是呢真的是店家不小心手误了给它点下去呢？先欢迎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呢，我们的忍者感恩你的祝福，他说呢，祝福平安、健康、顺利、真心，感恩我们的忍者。那呢，线上朋友跟你们讲一下因为呢，蛙贵他舅舅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所以说呢，今天请假一天先跟你们说一下。那呢，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咯。再来呢，发生在我们台南的新闻有这个台南的业者呢，帮客呢要来装这个热水器，代客要来装这个热水器，结果呢还没装上去就发现了这个热水器呢是假货。怎么发现它是假货呢？第一呢，它的重量少了它的一半。也就是说这个代客装的这个老板他也装得很熟悉了，所以说呢一拿就知道呢这个重量呢少了一半。那呢再来呢是货源不明，因为呢这个客人呢是因为朋友送他这台热水器，而他想要装上去，那呢货源不明。第三呢是根本就没有保固卡以及保固的贴纸。再来另外一样是什么呢？另外一样呢是上面没有 QR code。 所以说呢这个代客装热水器的这个业者就赶快给他拒绝了。他说呢这个我没办法帮你装，第一呢因为他没有保固，第二呢你装了呢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代表着我的手把它装上去的，这是不行的所以说呢也劝大家如果在网络上呢要买这个热水器啦，要买这个家电呢要注意一下现在很多仿冒品，千万不要因为省钱因为这个网络上的仿冒品呢只要3-4千块就有这一台热水器。那呢这个外面正版的这样子有品牌的热水器呢要有这个1万多块也有的所以说呢大家会想要贪便宜，那呢也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安全生命危险呢来开玩笑来跟大家讲一下了再来呢，蜜蜂大大说呢找我来买没有错，他家呢是在做这个电器的，有在装这个冷暖气的所以说呢如果呢有在这个想要装这个冷暖气的，那呢在南部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找这个蜜蜂大大他们家。有需要资讯的呢，在我们这个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我们这个赖群组的连结再跟我们说一下。那呢，说你想要家里想要装冷暖气啦等等之类的我们再帮你引荐一下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呢一样再来唱个歌曲，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来唱给大家听。那呢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跟我们聊聊感恩大家，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太祖金雕两方兵，贵府提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会满心刑。天老生病，叫万姓。尊神加倍保重礼敬，听说笑我乐君第一，恢复醉意轮分病。哎呀，我红定
人惊伊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尼清凉，不由怪阿姨孤风花影。这一首呢，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吼，也就是我们的电视歌仔戏曲调啦。那呢，把它放进来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着说呢，这个驸马吼怒气冲冲的回府，也看到呢，哇，这个公主呢，既然吼挂这个红灯笼不让她进去，当然呢就很生气啦。那呢，为什么呢？今天的这个摆设吼又换了这个方向呢？因为呢，我前几天在整理这个房间的时候呢，突然进去整理到呢，过去演出这个六娘哦。那六娘这个角色呢，她是画着这个大嘴巴，非常呢丑的一个女生。那但是呢，她很喜欢，不管是有钱的啦，或者是呢帅帅的公子啦，这种个性的。那呢，我就想说那把它放上来好了，顺便呢把它放在这个小鲜肉的旁边做个荧幕情侣的摆设。不知道呢，他女友呢会不会来揍我？另外呢，也把这一些招财的东西把它贴上来，当成呢我们一个新春的布置物，把呢我们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放的比较下来一点点。但是呢，前面看到这个郑雨涵为什么呢？这个郑会写简体字是因为呢，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跟着我的老师林显元老师呢，去到厦门录制节目，这个闽南话听讲大会的节目的名牌，然后我就把它贴在这里，当做呢说，这个一个布置也一个纪念性也先感恩呢我们的忍者说呢，主播唱歌仔戏真的好赞，感恩我们的忍者，掌声鼓励鼓励。还有我们的金佑金佑8128呢，帮我们鼓掌，感恩你。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 SAN 大大，掌声鼓励鼓励。欢迎大家，给大家呢一个欢呼声感恩大家上来哟，我们小秋哈哈大笑，没错这个呢感觉一下这个荧幕情侣可能会有点觉得看卡加偏摇摇啊呢怎么背后怪怪的，怎么有背后灵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我们的同事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叫做日历是月初，这个钱包却是月底今天呢要下班的时候呢，我的同事站在这个糖果的货架的前面，在那边看着糖果。那呢我跟他讲说不要再看了啦，不要乱买他说对呀，你现在是月底。我说没有啦，现在不是月底，日历呢是月初，但是呢我们的钱包就好像月底一样，因为呢我的超市业是这个10号领薪。那呢不知道线上朋友呢，你们是几号领薪的呢？有没有觉得说呢这个离到这个领薪水的时间呢还有一段时间是一个很难熬的事情也欢迎我们的这个 TRAN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一边呢来唱这个戏曲的文化，然后呢一边来讲今天的新闻，以及呢这个明天的天气为啥同事那么多事情呢？因为同事是每天相处的，所以呢多少会有很多的笑话讲到这样子呢，我们先来穿插一下这个客人的笑话，等一下呢再来聊聊新闻
天呢，我的同事哦跟我讲一个客人的笑话，他说呢，你们这里有没有卖国旗？他们就想说哦，有没有卖国旗？啊，国庆日就已经过了啊，这个元旦也已经过了哈，然后呢，圣诞节也都已经过了，这个行宪纪念日也都过了，怎么会要买国旗呢？就怀疑了一下，就哈国旗，结果呢，这个老人家就说哈，不是啦，我要那个国旗。你知道他是要买什么吗？他是要买国旗啦，国旗啦。啊！结果呢，一群同事呢误会以为他要买国旗啦，来超市要买国旗哦。这是呢这个有关于老人家台湾国语的笑话。那呢，就让我想到说哦，小时候呢，我的外公哦常常会说呢，我去买那个猪毛饼给你们吃哦。那呢就想说呢，这个猪毛饼是什么哈？就刚开始呢觉得很好吃。结果呢，后来越想哦，越觉得呢很奇怪哦，这个猪毛的饼，结果不是啦，是芝麻饼，这个红豆饼呢，跟这个呢，这个芝麻饼，这两个字才对，枸杞，枸杞。是虾米可以吃的吗？哦，红红的一粒一粒的，这样知道哈？因为呢，我们这个蜜蜂大大哈是这个台越的混血，所以说呢，要跟他讲清楚，他才知道。傻眼了，没错，这个 OBB 他说傻眼了，我也是傻眼了哦。我想说呢，怎么可能呢？会有人呢来这个超市呢想要买国旗哦，也是蛮搞笑的啦哈。再来呢，一样呢，来穿插一下这个新闻哦。干记啦哈，对，干记啊，因为哈国旗干记，我不知道国语应该是国旗啊。我告诉你，我很多呢都会讲台语，那呢，这个国语哈，我不一定呢打得出来这样子哈。你的是黑幕哦，应该其他人应该是正常的吧？因为我这里是正常的，有没有其他人也是不正常的呢？来跟我们讲一下了哈。再来呢，有关于新北市的新闻哦，有这个曲棍球的球赛哦。那这个前国手呢，这个现在兼教练哦，这28岁的前国手哈，居然呢殴打了这个国中生，哇，非常非常的野蛮的个性哦。这个黄姓的教练，有没有朋友也是卡屏的？那呢，我等一下可能要换一下这个网路，是不是？这个皮筋的小蘑菇说正常，有没有其他朋友也不正常的？这样害我会担心一下了，害我昨天还有特别的呢，去把它重开一下这个网路哦。我想说呢，不要今天有一个意外这样子。再来呢，这个28岁呢打15岁的他们是一个不管是社会型的啦，以及呢维卡哦，真的有卡没问题。那呢，我告诉你，稍等我一下，我等一下呢来重来一次哈。来，我来稍微再重开一下好吗？我们再重来一次哈。那等一下呢，我们再继续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